我们今天来开通我们第3期小黄公车路线的第1条，就是这个从这个旗子瓦到玉井的这个小黄公车路线。那当然我们也设置了这个大内区公所的这个预约站牌，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在地的访问呢，那旗子瓦这个社区的居民那他日常生活采买是去玉井区。那可是呢，要洽办业务呢，还是回到大内区公所。所以我们利用小黄公车时间跟空间的弹性来设置这条路线。那我想这条路线呢的开通呢是对于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民朋友的出入非常有帮助。那我想欢迎市民朋友来多加预约，前一天下午5点前来预约就可以来搭乘。那我们每天也有4班的固定班次，那我想这个希望市民朋友多多来利用。大内区2溪里的基亚瓦部落这边确实是有13档一直都无公车来服务阮这的长辈要出入确实是真无方便若唔是爱叫车就是爱迄个家己骑乌托摆出门去咧采买对于阮这的迄个长辈时代那非常欢喜有这小黄公车来做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大内区旗子瓦聚落的公车路线已停驶13年，居民出入极为不便。台南市政府多次到地方办理说明会及会勘，争取中央补助经费。近期终于开通局21小黄公车路线，让大内区长者也可享有便利的大众交通，提升偏乡交通服务。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因为大内的这个地方已经10几年没有公车行驶了，那当地的民众都纷纷反映说交通不大方便。那当然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人口老化之后，都要仰赖年轻的家人来载送。但是有时候真的年轻人有要上班要上课的，大家时间上比较不方便。所以呢，我们特别在努力拨出经费来，总共有拨出1400多万的经费，也有包括中央的经费，来开通这条小黄公车的路线那这个小黄公车的好处不必我再多说，这是公车的费用，计程车的享受，然后对于环境也好，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对于业者来讲，这个费用比较降低；对于政府来讲，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一举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随着全球疫情搁再严重，台湾也出现桃园机场滚住事件。为了将疫情阻挡在台南市以外，市长黄伟哲特别颁发防疫客停车的标志，给6大车队的代表，并且了解防疫客停车清消的 SOP。认真消毒每一个所在，这不是一天做一摆就好。而是防疫客停车伫载完每一个人客了后，就需要要做的代志，所以逐天拢爱消毒真侪摆。12号一透早，市长黄伟哲就特别到场颁发防疫客停车标章，给6大车队的代表，也是早防疫客停车的消毒示范。清消的话，我在出发前会做一些清理，然后在客户上车之前也会做一次那个身体的那个清消，然后再让他们上车，然后下车之后还会再做一次，等于是这个流程要一直repeat。防疫客停车对着转来台湾的民众是相当的重要。离过年要到更有真侪人要转来台湾过年。离台南的防疫客停车也一路为原本的10台慢慢增加，这嘛要感谢着客停车司机的付出。
因为防疫客运车是袂当载一般的人客，所以载客数量就相当有限。防疫即将进入这个春节返乡人潮的高峰的时候，那我们来这个检视我们的防疫车队。那计程车的防疫车队，其实台南我们觉得在台南来讲哦，因为我们现在的防疫旅馆住宿率已经突破80%了，所以说表示春节返乡的人也蛮多的。那未来的高峰期在14号、15号啊，因为14号、15号进驻以后，刚好春节可以居家检疫哈，这14天后，所以说我们非常这个戒慎恐惧的看待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疫情来讲，已经好像看起来有点升温了哈。那甚至连这个工厂里面也有连续出现5个以上的确诊，所以呢，我们更需要特别小心的检视这个事情。那防疫车队对于返乡的民众来讲，现在变成必要的哦。那这个返乡的民众，那去居家检疫，或者是去检疫旅馆，或者去集中检疫所，都是需要防疫车队来帮忙。因此呢，我们台南市特别把防疫车队要扩充到最高可以有100部的计程车，防疫计程车参与。目前为止，所以这个常态性的运转大概65部到80部。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防疫量能的扩充，能够让这个一方面让我们的驾驶他们也能够这个熟稔这个防疫的规定跟 SOP 的操作；另一方面，让我们的乘客也可以看到这个防疫计程车队它的标章是怎么样。那这个防疫计程车是不能搭载一般乘客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驾驶的这个帮忙跟配合，那能够让我们防疫能够在更安全的状况下，能够完成整个的检疫的动作，也让民众更加安心，过一个更健康安全的好年。民众伫坐客运车前，会当先认清敢有防疫客运车的标章，以免坐唔到车。也照于将防疫甲一般的客运车分开，让大家会当更加安心，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好年。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台湾12岁到17岁青少年拢接种 BNT 疫苗。在去年11月底，经过专家会议建议，如果接种第1剂无出现不良的反应，建议爱注第2剂。不过，在校园陆续注射以后，基于医学中心也提醒，如果出现胸坎痛、心悸，就应该赶紧就医，才会当厘清病因，正确治疗。根据各国监测的数据，在接种 BNT 疫苗以后，会出现真少见的心肌炎加心包膜炎的病例，而且这种病例主要发生在接种以后的14天内，甚至有真少数的个案会发生在接种以后的第2到第4礼拜。因此，基于医学中心的医师提醒，如果注疫苗以后出现胸坎的痛、胸口压迫、心悸，或者是运动耐受不良，都应该看医生找出病因。打完这些 BNT 后，有一些这种症状，包括胸痛啊、胸闷，或者是心悸、心律不整这些症状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到这个门诊来做一些评估这样子。那如果是比较有急性的问题包括突然觉得胸口剧烈疼痛，或者是呼吸喘那头晕甚至昏厥，那就是要到急诊做一个详细的评估。通常疫苗的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落在2周内，那极少数的案例是在2周到4周内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这样子。第1剂少数会有，那第2剂的这些会相对多一点，所以第2剂其实是要更密切观察这样子。基于医学中心儿科医师陈俊宇表示，在最近校园陆续施打第2针的 BNT 疫苗，确实儿科青少年的门诊大约有增加2成。不过因为副作用大部分拢是轻微加良性，目前通报不良的嘛只有3个病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帮我压着哦。春节期间，台湾各地拢会出现大量的车潮，尤其台南有真侪观光的景点，所以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召开记者会，
呼吁民众春节期间伫出门进前，会当先透过 APP 或者是线顶先查询路况，来选择替代道路，避开大量的车潮。每一当到春节的期间，全台各所在拢会出现大量返乡或者是要出游的车潮，佮加上台南有真侪古迹，佮有观光的风景区，所以为着要避免伫咧春节的期间造成严重的塞车，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提醒民众伫咧连假期间替换的疏运道路，互民众伫咧连假期间开车出门会当更安全通顺。第一个就是我们配合高工局他们在那个5K 就是台南交流道跟11K 的上仑交流道在东行的部分的匝道也做一个移控管制就是它避免说太多的车潮是要往关庙交流道这个部分了这是配合那个高工局的一个政策。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在182线的部分那182线因为车子会蛮多左转想要去那个台三国道3号的关庙交流道嘛那台南市政府他们有一个公告相关的措施是说要求你如果是要去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你一定要沿着182线直行进入关庙市区里面它会接到一个台19甲线，然后再左转再上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那另外如果你是那个就是台86线侧车道行走的车子的话，你一样来到182线不能直行上那个台19甲到那个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你一定要到台82线听从那个远景的指挥走182线，一样往那个关庙市区再接台19甲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疏导措施伫过年期间，有真侪信徒拢会来到南昆新大天府上香。交通部公路总局要特别提醒民众，会当加加来利用幸福公路的 App， 或者是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网站，先看卖各交通所在塞车情形，互大家连假期间袂因为交通的问题来影响到放假的心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鼓励东区的清寒学童努力读册，议员蔡小薇每学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设立弱势学童奖助金的计划，只要是东区各中小学、副学中价收入好、成绩优良者，拢会当提出申请。台南市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甲市议员蔡小薇长期关心照顾东区的学童。即届联合推出东区弱势学童的奖助学金计划，只要东区的4间国中、9间国小以及安南区的安顺国小，符合中价收入好的学童，国小成绩95分以上，国中90分以上，就应该提出申请。我们就是希望说，在国小的部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如果在学期末平均95分以上，我们希望可以这个颁发给他们1500的一个奖助学金那在国中的部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学习成绩上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就有分别为平均在90分以上是1000块的奖助学金，在95分以上的是1500的奖助学金，跟协会这边一起来，希望回馈在学期末的成绩表现优良，还有品性表现优良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给低收或中低收的小朋友一点鼓励的力量啦。除了鼓励成绩优良的学生，另外慈善爱心协会理事长康志胜嘛特别珍惜孝悌奖项，借此来提倡品德的重要，由学校提报每校上侪3个名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透过议员吕维英的牵线，总署批发零售的在地企业捐赠20台轮椅，和南区平良里的照顾关怀驻点等5个单位，希望借此抛砖引玉，用实际行动来关怀社区的长辈。透过议员吕维英的媒合，总署批发零售的在地企业，日前捐赠20台轮椅，和南区平良里照顾关怀据点等5个单位。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以实际行动关怀社区的长辈，和有需要的民众会用的就近来借用。今天特别感谢安思达公司孙世伟董事长捐赠20组轮椅给我们需要的一个社区。那我想轮椅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关怀据点还有长照的一个部分。其实因为家中其实很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据点。包括在这个出入的时候，其实偶尔都会需要用到辅具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孙智慧董事长长期以来不止其实在这个轮椅的捐赠，其实在很多大小的场合都看到他默默付出的身影。那我想台南市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是一个很温暖的这个城市。所以在这边再次感谢孙董事长。这是一个因缘际会，想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我们也努力的在回馈社会，那社会是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资源的，那希望我的抛砖引玉可以引起更多人的资源，更多人的关爱，让我们的基层有更大的温暖。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会很努力的把经济复苏，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捐赠。捐赠仪式选在南区明良里活动中心来进行。社会局长陈英基嘛亲自出席，并且颁发感谢状。局长表示，社会关怀除了政府的支持，嘛爱善心企业的小听，希望透过民间资源的投入，会用个互更多的市民来受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的左营长照站有一项创意用手提物件的课程，老师甲长辈将厝内无碍衫裤做成袋啊、红啊、甲吊饰等等，结果这长辈手真卡，一针一线做出真水的作品，带大家做伙来看卖。长辈们戴着老花眼镜，手里拿着针，上上下下的要把手上的布包包给缝好。仔细看，这些布其实是不穿的牛仔裤，把它改成布包，再加点花布配色，就成了很有特色的布包。一个喇叭裤啊，上面那个松紧很难看，我就是干脆拿来做袋子、做背包，拿来做我们1人1个。我们现在好像是，他等于我姐姐一样，他多我1岁嘛。现在要缝表面的这个口芯最麻烦的，因为它有一个洞穿过去，然后再穿过来，所以像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才漂亮。除了各式各样的布包之外，老师还教长辈做帽子、布玩偶等，只要是家里不要的衣物，都可以拿来做创意发想，变身成实用又可爱的布制品。可是他又不能穿，因为他变胖了。可是他丢掉又很可惜，他觉得那料子很好。我说你拿来，我帮你变装。我看要做成什么东西，我会看那个布料的感觉去变装，做成帽子啦，或者什么袋子啦。还是什么小提袋都 OK 的。在缝这些布制品时，老师也发现长辈的手、眼和脑都有运动到，一边缝还会一边聊起年轻时帮先生小孩缝东西。现在更有时间向老师学更多手缝技巧，完成的作品还可以自己用或者送人当礼物，都很有成就感。这个是在洗手嘛，洗手人家擦手的，我送给李明了。做了220条。上一代的眷村妈妈什么都会做。因为第二代的话，就是有时候偶尔会一点点呐，然后正好这个老师来教我们以后，我们让我们学习的更多。拿针线缝东西，过去可能是刻苦生活的代表，而现在长辈重拾这些技艺，变成创意发想、延缓老化的利器。这项技艺不应该被淘汰，更应该在老一辈中流传。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地方池除了雨季来临的时阵会当欠水以外，其他空间是做绿美化甲步道。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就伫个宝业里的地方池打造第一座结合游戏场的多功能活化设施，内面有非常长的溜滑梯、甲滑步车的赛道，
提供民众休闲好去处。包夜里志洪池的坡地上出现3座彩色的溜滑梯，刚好利用下潜式的坡地地形兴建，而前方还利用志洪池平坦底部打造滑步车赛道，让小朋友感受不同速度的快感。那我们目前呢是有设计那个3座溜滑梯跟一个滑步车的一个赛道，我们叫做轮动体验场啊哈。那个它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在不破坏整个志洪池的结构跟它的志洪的功能情况之下，我们用原始的坡道去设计跟施作这个它的多功能游戏设施。因为在这附近的话，有这种小孩子玩的地方的话，确实是对小孩子蛮有帮助的。不过仔细看看这3座溜滑梯，其中2座属于比较弯曲型的，由于考量小朋友肢体无法灵活控制，目前中间的溜滑梯是暂时不开放，将邀请专家评估检讨后再行开放。那目前呢，我们3个溜滑梯里面呢，因为其中一个溜滑梯它弯道比较弯曲一点点，然后有一些使用者呢，因为不小心去有碰撞到这样子，那我们暂时封闭起来，等我们那个研究一下，那看是不是有一些改善的作为之后，我们再来重新做开放。会新建这些游戏设施，主要是希望在不影响志洪功能的前提下，多元利用志洪池的空间。而这些设施在雨季蓄水之后，也会进行整理和维护。每年蓄集过后呢，我们会再做一次整理，看比方说把环境呢做一个清洁。那如果说下面的轮动设施那个柏油呢，我们也会再做一次那个柏油的一个铺设。我们是有考虑过，所以做这种比较低维护成本的设施，不用说以后还要再更换什么机具之类的东西。志洪池平时就是一座公园绿地，除了有步道和植栽绿美化之外，在增加其他设施时，也应该考量安全性和维护经费，才能够让志洪池发挥最大功能。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卫武营是这届台湾灯会主要的展场之一，因为区内拥有森林、湖泊、甲茶桥等等多元的地景，所以高雄市政府观光局特别邀请国内外艺术家结合这的地景，创作光影定色。第一件展出的国际作品是运用水中的倒影，形成圆形的水雾环，非常有特色。好几棵大树环抱卫武营北湖区，有座半圆弧的水雾环，飘渺的水雾增添不少浪漫的气息。但到了晚上，水雾打上火红的灯光，成了烈焰燃烧的景象。湖水中的倒影刚好呈现完整对称的圆形，也增添神秘的气息。晚上透过了水雾跟灯光之后，它仿佛因为水面的倒映形成了一个完美对称的圆之后，像发出火光的一个圆，就好像我们看奇幻电影里面，它变成了一道要进入另外一个奇幻秘境的一道门，一道门户啊，所以呢，反而会让人有一种非常奇幻而且非常魔幻的一个感觉。晚上有灯，又更亮丽，更梦幻，更那个休闲的地方更最棒。这件作品是卫武营首件亮相的国际作品，是来自澳洲籍艺术家的系列创作。为了让无法出国的国人有机会一解出国之瘾，特别将这位国外艺术家的作品长久设置在高雄展出。另外一件作品也很有看头，一只只仿真花束在阳光照射下散发红彩光泽，形成花海，搭配赏鸟木桥和水池倒影，漫步其中，唯美指数破表，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来拍照。它利用这个特殊纤维，所在湖畔种下了超过2500朵的直光花。它在白天呢会发出彩虹般的色彩啊，一片望去其实非常的壮观，也非常的美丽。而到了晚上，它会发出绿能的微光，而结合赏鸟桥，结合湖畔的水景啊，星光点点。今年的卫武营很漂亮，大家一定会冲出来。阔别20年，高雄再度主办台湾灯会，也是首次选定卫武营为双主场之一，以园区广阔的环境进行布展，营造森林艺文城市风貌。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